来看1938年日本时代，这有起一个宝岛新社，当时参拜道边仔石顶条，高搭阁有2地伫民众的徛家头前。文史学者是希望新社的文物爱收集起来，由政府成立文史馆来保存。昭和13年有无？4月。这支石条顶悬刻昭和13年4月建制的字，边仔还有迄当阵管的人的名。这款住伫中华宝岛，因兜门口口就放这2块日本时代当地新社的石顶条，互过路人休困通坐。因为我10岁我有够力，光这简单，这一空嘛，啊铁器啊弄落去放下倒啊。问我这个严格，啊要甲买我无卖啊，咁要甲买等于做古董啊对吧？到我无啊，我讲我红做你管你，你卖又唔挣钱嘛。有纪念价值，搁较侪钱嘛袂卖。原来85年前，宝岛新社起好，后来去国民政府拆掉。参拜道顶悬的鸟机无去，2边边仔的石顶条，毋是就地抬起来，就是等现杀。其中2地去互这款搬转去，其他的包括一般会放伫新社2边边仔，亲像石狮的狗仔，还佫有神马等等的文物，嘛拢四散去。学者认为政府应该甲收集起来，伫迄当阵的政治经济中心，也就是宝岛成立文史馆。那当时呢，因为缺乏这个文物保存的观念了哈，所以说呢，一些石灯的配置哈，就任由这个民众去捡拾。我们希望政府单位呢，能够这个收集呢哈，清代跟日治时期它所流散的一些文物，然后在地方上呢成立一个北斗文史馆啊，作为一个展示之用这样子。因过宝岛新社徛的所在，都是现处时宝岛家乡的住址。永年拜拜大殿已经无伫哩啊，不过在地老一辈看到这款因兜的石顶条，拢感觉真亲切。咱外地人嘛，因为安尼，对当地文史真有兴趣，嘛透过这个机会，了解宝岛日本时代下底8个乡镇，迄当阵辉煌的光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